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潭做大水，到今也满1个月啊！这个志工慢慢啊退场，也那这花莲县长市前为宣布，和劳动部合作启动天然灾害临时工措施，要找做3个月天灾临时工，1个月上济做150点钟，1点钟190块。这工作内容包含着重建工园、环境清理，还有搬物资。今天早上拿的。甲一套早现满的野菜采出来，卖去的嘛开大在做生意。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地栽满1个月了后，刚好第一市场陆续有一寡大商开始采单。外围的鸡肉店的业者讲，看到附近的居民便当食个鲜啊，因饼甲差不多啊，决定较紧来营业。你没有赶快营业的话，这里的人他只能吃便当，还有一些物资。他们这1个月以来就很可怜。摆摊位，我们是鼓励，我们希望把观雾箱这个商业行为赶快做出来。如果这段期间我们是没有收费的，不过嘛是有真侪民众出来灶卡嘛是无法度使用，必须要靠向公所发放的便当。工作人员是以各层头作单位来发送，其实内面有一寡人是花莲县政府和劳动部请的天灾临时工，嘛好在区无头路的人会当得到短期的就业安置。这样的一个薪水够您的生活吗？不过，像我们这边的人力也不足，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来这边一起工作。花莲县长市前为嘛伫社群媒体发文讲要请人，这出天灾临时工的工课是包括工园的重建、环境的清理和物资的搬运，拢总3个月，每个月上悬的工时是150点钟。时薪报到开放式的所在登记报名。待业中的人其实都可以，他也没有限制说你的户籍一定要在光复，但是如果是光复的乡民的话，我们还是会以光复乡民为优先。马太安溪帮山湖在解除红色警戒了后，林保署花莲分署是监测到今麦的跳水量是维持在150万吨，水是稳定对溢大水的口流出去。目前水尾800公尺处，形成的小的帮山湖已经伫溢大水了后无去啊。另外，伫雾溪水头的影口帮山湖，水位嘛稳定百态正常。负责工作的机构是已经进场。刷坡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之后，才能够开始进行那个现场的挖掘引流工作，顺利可以引导这个自然消弱的这个坝体，那最好。如果效果有限，我们就会启动第2波，就是把那个坝体再降挖。林保署花莲分署讲，若天气会使，2个月开始做路坡的作业，先拄适合地啊加骨的石地，嘛严密监测水位含降雨量，嘛提起台北线进行隧道西出口引水的路段，含东出口到牡丹桥溢大水的路段，即嘛是持续封起来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